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真欢喜，今仔日阮有5位的兄弟姊妹，因为伫教会领洗礼，要接受主耶稣你一生伫因一生中间的祝福。阮真欢喜，上帝你互因对内心顶悬来选择主耶稣做因一生的帮助甲救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拍开天顶恩典的门，互因一生一世伫地上伫天灵，拢真侪上帝你宝贝的囝儿甲查某囝。因为真水的故事，真侪教会的鼓励。但今仔日，阮要做伙做礼拜，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圣神充满伫每一个阮侍奉的当中，无论是诗琴，无论是敬拜赞美，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诗会，祝福阮所吟的诗、所读的圣经，拢会当真做人的帮助。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欢喜的日子，因为有5个咱的保验验身，才要来洗礼。咱先来敬拜，咱来唱诗歌来敬拜咱的主。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咱用宣告的心，咱来唱这首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
咱对主表明，耶和华是咱一生的上帝。我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可是我靠也管的主。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主是咱的上帝，也是咱的荣耀。那么，对主表明，主你是阮一生的上帝。阮何等的福气，真侪你的囝儿查某囝，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可是予我也我靠的主。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可是予我也管靠的主。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感谢主。检查伫人生的当中，咱有拄到一个的困境，咱有拄到一个的苦难，但是咱也宣告，主是咱的上帝，主的确要为你保护咱。接下来，咱再来唱一首基督的诗，咱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互咱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
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接下来，咱再来吟一首基督的诗歌《无限的爱》。
主有应允，伊永远无要离开咱，伊要永远做咱的天父。主的疼是无限的疼。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同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同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我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的永远从地袂落空。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咱生命上大的应允。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同心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这支蜡烛代表有望，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
这个辣椒代表主爱，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到这个辣椒。这支辣椒代表喜乐，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到这支辣椒。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魔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直直的爸，和平的灵君。咱三角来吟圣诗第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听天使
请咱议员徛地，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客应，客应文第3篇，诗篇第8篇。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你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要对德甲保安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你所排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看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佮收视伊荣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下骹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里的鱼，甲囡仔经过海面的路的。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到遮悬大。咱搁来吟圣诗第52首，我来调敬你，救赎我的主，请咱一个吟全首。为了可能。
咱三脚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的听，互阮大家组织做伙。感谢你用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赐互阮，为阮带来救恩。伫这12月真水的节日，求你来洁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用谦卑、喜乐、感恩的心来有备家己，迎接这普天同庆的节日。愿主耶稣真做阮生命的主，光照阮每一个人，互阮的人生有意义。帮助阮无互世俗的事来掠陷，常常主信耶稣，领受主你的恩典。帮助阮亲像玛利亚学习顺服，嘛亲像博士找求明灯，将这好消息传予身边的人。求主祝福教会所有12月的活动，无论是社区报佳音、圣诞市集、圣诞礼拜，互较侪人临捌你，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愿圣诞的光照光黑暗的世界，安慰遐个伫困难、痛苦、失落中的人。愿阮会当将疼付出行动，真做别人的祝福，体会耶稣的疼。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儿乐请信歌队。
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记在旧约圣经诗篇第3篇40到5节。我用我的声求叫耶和华，伊对伊的圣山应我。我倒地，我困，我精神，因为耶和华拢保护我。才煞看第8节，拯救属伫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接煞咱阁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当这期的尾日，就是上大的日。耶稣徛伫叫讲：见后喙焦的人，就就近我来啉。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伊讲，安尼是指信伊的人所要受的圣神。迄时袂有圣事圣神，因为耶稣袂有得到荣光。正道活泼的生命，咱请曾牧师。伫天父上帝听欢迎所有今仔日参加洗礼的民倩，甲民倩的妈妈，欢迎宗贤甲宗贤的爸爸，欢迎焕珍甲焕珍的大哥、二哥、大姐姐甲大嫂，欢迎宝田的哥哥，欢迎这个义雄的爸爸甲所有伊的亲人，今仔日咱做伙为着这5个咱的兄弟姊妹，因要领受洗礼，伫上帝一听的内底，一生互上帝，甲伊惜命命，甲因疼命命。咱伫主的听的内底，咱同心来祈祷。至诚的上帝，阮看见这5个阮的兄弟姊妹，因对心中发出因的祈祷，像着今仔日的圣经讲。我若出声求叫上帝，伊就应答我。恳求天父上帝，伊伫因的生命中一生一世，用主你的慈爱怜悯来祝福因。至诚的天父上帝，你是阮活命的起头，你也是阮亲信伫天顶的上帝。阮相信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众人拢要有份伫因的欢喜，阮众人拢要平平领受。上帝，你对天人来所赏赐阮的祝福，所以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的时，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将你的圣神甲主你的恩惠赏赐互阮。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亲爱的姊妹，咱特别欢迎今仔日第1摆到伫教会。以前检查咱中间有的人，一世人将来也毋捌踏入礼拜堂。但是今仔日，因为恁的亲人甲恁的囡仔要领受洗礼，天父上帝祝福恁。总贤的爸爸，总贤我甲伊见面的时，应该就是也未满3岁。总贤足细汉就来到喜乐保院。我人每一届甲伊做伙，伊迄种的甲人的互动，拢是充满热情。总贤耶稣爱你，各有民倩的妈妈，这个民倩的妈妈真欢喜你伫蔡牧师甲你问讲，敢会当互民倩领洗礼的时，民倩的妈妈有甲伊的爸爸参详，我听了后真感动，因为民倩的爸爸甲妈妈讲，民倩伫喜乐保院遐尼久，将近要30年，上帝照顾伊，耶稣照顾伊，将来我嘛要将伊交互上帝来照顾。亲爱兄弟姊妹，咱有这个福气，今仔日伫咱中间有5个兄弟姊妹，因伫咱的中间，因要认上帝做因天顶的阿爸，因要领受主耶稣一生一世的疼。今仔圣经是为着因来读，因为耶稣讲：我所赏赐活命的水泉，恁若啉了后，恁就永远袂吹干。圣礼典就是一个领受上帝对天地来祝福的一个礼拜，所以今仔日咱奉主耶稣的名，甲因行洗礼，就是陪伴因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对天人将一生的福分来赏赐予因。
愿咱真做因的见证，伫因的人生的中间来真做因的帮助。所听的姊妹，咱真福气，咱的教会因为喜乐保院伫咱的边啊，嘛阁有真好的牧师蔡牧师，伊常常亲像老母来陪伴，才会伫喜乐保院伫遐受到照顾，伫遐大汉的，特别是总神同款。我亲像伊3岁来到今仔日，那每一个人伊的名，伊就有一种真热情的即个回应。这是一个真特别，互咱知影讲，其实伊嘛有伊的感情，伊嘛有伊的灵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将伊的话来赏赐互咱。今仔日圣经有2段话，一段话就是做礼拜甲祈祷，做礼拜甲祈祷。即句话安尼讲，伊讲：既然我开喙向上帝求，既然我开喙向天顶的神来开喙的时，伊就应答我。所听兄弟姊妹，咱今仔做伙来到这个面前，咱要见证一个上帝伊的疼。咱嘛要伫这个所在明白一项代志，祈祷是一项真受祝福的神圣的礼仪。今仔这段话安尼讲，咱要送互所有在座第一摆入来到教会的人，因为阮相信，人若既若伫心内相信，出声对天顶祈祷讲，我若求你。你就要对圣山，圣山意思就是对天灵来回答咱的祈祷。我咱相信祈祷会开力，因为我用声求伊，伊就应答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姊妹，亲爱咱所听喜乐保院的老师，多谢恁过去照顾这5位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因为伊的祝福讲，我倒咧，我精神伊拢保守我。在座来参加今仔洗礼的亲人，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恁将这5位交伫喜乐保院的照顾的内底，喜乐保院把伊当作家己的厝内人，照顾因毋是1日2日，照顾因是一世人。明显伊家己有选择性，伊伫10月的时阵来做礼拜。看到其他人，以前看到其他人伫教会洗礼的时阵，伊对心内就有一个渴望，伊嘛会当甲因共款领受祝福，就亲像坐伫边仔松林共款。伊看到伊的兄弟伫这个所在洗礼的时，伊就挡袂牢，因为伊兄弟伫到最后身躯软正的时阵，才领洗礼。所以松林讲：我无爱等候到我破病、身躯烂、无气力的时阵才领洗礼，我要等候我勇勇的时阵，我来领洗礼。兄弟姊妹，领洗礼毋是一个宗教仪式，一个形式而定。领洗礼是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你的祝福，求你保护我。亲爱的亲人，今仔日恁带恁的亲人，伫因的陪伴因来领受洗礼，就亲像恁甲这个囡仔、这个人恁的兄弟、恁的亲人交互喜乐保院共款。今仔日的礼拜，恁搁一摆。毋是干那交互喜乐保院，通过今仔日个礼拜，你甲天顶的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骨肉、将我的至亲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保护因，求你祝福因。愿圣诞节就是受祝福的节期，圣诞节就是一个受祝福的节期。愿咱伫这个圣诞节的基日，咱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施恩祝福伫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第一句就是。上帝要对天灵施恩祝福，互咱敬拜伊的人。阁有第2段的圣经是耶稣家己亲自所讲的话。这段话你若无看头无看尾，你会感觉足奇怪。是安怎？耶稣无缘无故讲：你若喙焦的人来就近我，我要互你一口水啉，我要互你一杯水啉。你啉了后，你就永远袂喙焦，因为伫你的生命中间要有一个生生不息。伫你的生命内底要有一种的活水泉，永远袂喙焦。咱若无看头前，咱毋知影迄个时间点。因为今仔日即个礼拜，即段圣经约翰福音第7章有一个足特别的历史的典故。这段话是2000年前犹太人因照着1年3大节，特别是迄个大寮仔节，中文界翻做住棚节，因伫1年3大节最后一个大节日叫做大寮仔节、住棚节。
因伫咧祝棚节，因照因的宗教信仰的规矩，因爱离开因四散伫逐所在徛起的人，因爱来到伫耶路撒冷伫咧山头顶悬的礼拜堂，伫迄个所在做礼拜。咱毋捌看过犹太人咧做礼拜，但是牧师要甲咱解说。犹太人伫即个礼拜，因有7日，大平节总共有7日，伫最后一日大了节。今仔圣经讲，迄个上大日就是最后的高潮，伫做礼拜最后一日。迄日牧师因无叫做牧师，因叫祭司。祭司爱对迄个西罗亚池，你若是一个基督徒，听过真侪圣经查的人，你知西罗亚池是一个捌有行过神者迄个异地的神者的一个所在。祭司爱去迄个水泉抢水，摕来到礼拜堂，然后将即个水就浇伫迄个灌压伫迄个祭坛的顶悬，伊代表圣神的充满，伊嘛代表明年上帝要落雨、落甘霖来润泽土地，互人的五谷种植会当丰收受祝福。所以伫即个大了节中间最大的高潮，就是伫个礼拜中间，祭司会用抢来的水伫祈祷的中间分别做成，来倒伫礼拜堂的中间。今仔日咱嘛要行洗礼，行洗礼就亲像2000年前犹太人的祭司，将迄个对西罗亚池带来象征性一个有权柄、有能力、有活命、有祝福的水，该抹伫人的头壳顶。洗礼就是这个意思。当人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伊身边的人，迄个人就要领受对天而来伊的稳定。所以今仔圣经安尼甲咱讲。当祭祀的每一日，就是第7日，就是上大日，这日叫做哈利路亚大俄罗的大祭日。耶稣徛伫讲，当这个祭司完成了迄个礼拜的仪式了后，耶稣伫外面出声，伊就讲：今日喙大的人来就近我。耶稣毋是夸口讲我比迄个牧师较牛，我比迄个大祭司较牛。耶稣是要互人知影讲。大祭司甲教会的仪式，并袂通赢过上帝家己，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将活命的水，伊讲，既然来就近我的人，伫你的生命中间要有圣神来流露。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这个大好山那这日，就是大了节的第7日，犹太人称伊做哈利路亚拉巴。哈利路亚罗巴的意思就是讲，伫这个上重要的大了节，最后归荣讲互天父上帝。伫这个大了节，上帝要落甘霖，要赏赐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求天父上帝今仔这个礼拜，讲的人、听的人，咱拢受祝福。耶稣讲，既然摇喙大来就近我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姊妹，毋是教会有能力互咱。是教会设立，是要见证上帝伫即所在，要祝福世间人。咱拢讲，我需要天顶的上帝，是阮祝福。今仔日咱5位面劝，阁有这个钟贤阁有范珍阁有这个宝田，阁有以上，上帝大大祝福恁伫今仔日的礼拜一生一世。上帝将伊的圣神，就是一个活水泉。活水泉，这个“活”这个字，伫圣经的意思就是有活命，有活命的意思。迄个水毋是水，迄个水本身就是一个圣神所带予咱，伊要伫人的一生中间到一生的路尾。咱来领受，咱毋是干那今仔日领圣餐，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因为逐摆教会若主持这个圣餐，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因为主耶稣讲，这就是表明，这是表明我甲你三甲伫地。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拢领受天顶的上帝，看会到，看袂到，上帝是阮祝福，充满你的生命的杯，互咱每一个人拢真正做有福气的人。咱伫上帝的面前，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的心就充满平安甲喜乐。咱的思想内底就充满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我要追求迄个会当互我的生命受祝福的信仰。我要追求迄个当互我的生命受祝福
的信仰。兄弟姊妹，咱有5位兄弟伫咱的中间，甲咱见证。虽然咱感觉讲因是受人照顾的人，但是因有缘为呢主张，因伫礼拜中间，因听毋是干那听有牧师的讲道，其实牧师也未讲道，其实伫因的内底，上帝就对因讲话。总选嘛是安尼，面前嘛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3项代志，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第一，愿这个主耶稣就是圣诞节的主角。兄弟姊妹，唔通误会，圣诞节真正的主角不是圣诞老公公，圣诞节真正的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主耶稣基督捌予一个细汉的囡仔，伊的名叫做马喜乐。马喜乐还未7岁之前，伊就认识耶稣。后来伊伫7岁的时阵，互耶稣的疼充满伫伊的人生，伊就将伊的一生献予耶稣。就亲像今仔日牧师带咱读迄句话讲：我若求叫耶和华，我若求叫耶稣，伊就应答我。若无即个圣诞节耶稣，就无喜乐宝院的阿嬷。若无喜乐宝院的阿嬷，咱在座的亲人，恁的囡仔就无有机会甲喜乐宝院结缘。所以，上帝将阿嬷带来到台湾，阿嬷伫即个所在起家立业，起了喜乐培养院。亲爱兄弟姊妹，拢是因为一个圣诞节主人耶稣。愿咱伫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朋友，咱拢学一项代志，会晓祈祷。我若开喙祷，我若出声祷，我若求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伊就回答我的祈祷。或者你相信祈祷吗？你讲牧师，我从来唔捌祈祷，唔是安尼。我相信，无论基督徒，无论佛教徒，无论一般道教徒，咱都捌祈祷。咱若入庙里点3支香，嘴里咬咬念，唔是黑白念，唔是。咱心中有一个敬虔，点3支香，迄就是祈祷。亲爱兄弟姊妹，愿咱的生命对真正的上帝，咱甲伊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求你照顾我的囡仔忠贤，求你照顾我的囡仔面前，我将伊交予你，求你照顾伊世人。咱做爸母的，嘛无才调照囡仔到一世人，对毋对？亲爱兄弟姊妹，一代搁一代，这个上帝永远存在。愿咱伫伊的面前，今仔日个礼拜伫圣诞节，圣诞节有3个囡仔，今仔点蜡条。教会有一个仪式。毋是干那听，阁有看。这个看到点3支蜡条，就是3声的祈祷，毋是3声无奈。3声的祈祷就是讲，主啊，你赏赐我恩望，你赏赐我仁爱，你赏赐我喜乐，你赏赐我平安。出声求，伊就回答咱的祈祷，伊就回答咱的祈祷。你相信吗？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诚做有福气的人，咱拢诚做有福气的人。咱听见这个上帝甲咱祝福，咱听见主耶稣甲咱讲，我要赏赐你一个圣神，伊伫你的生命中间就亲像你永远袂喙呆，永远袂夭饿。世间有这种人，有机器人 AI， 伊毋免食毋免啉，但是既然是人，咱一定会喙呆，咱一定会夭饿。但今日圣经讲，我要赏赐你一种福气，迄种福气就是永远无停止。对你的生命中间，上帝所带来圣神的开力，这叫做救恩的活水泉，救恩的活水泉。所以基督徒伫礼拜日一定去做礼拜，迄个目的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加油、加油、搁加油。做礼拜的目的就是来到上帝施恩座前，来到礼拜堂的中间，安静祈祷讲：主啊，求你施恩赐福，祝福我，互我的生命。有一种你对天人来所赏赐。圣经内底有几十个圣经咧讲起活水泉，特别伫圣经的最后，伊讲要有新天新地，要有上帝活命的刚好，对上帝的礼拜堂流出去，流到遍地的所在，既然流过的所在，五谷青翠，要有生命树伫遐来繁华，伫遐繁荣青翠，结出活命的果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施恩赐福。耶稣讲，亲像圣经所讲的，
伊讲：既然来求我你就要活命的水泉。耶稣讲：这是古早咱的祖先就留予咱的话，记载伫圣经有几下位，牧师只有因3节，一节就是箴言18章第4章，伫这个所在，伊咧讲起以赛亚12章第3节，123做好记。以赛亚12章第3节，伊讲：恁着欢欢喜喜来到上帝施恩座前。兄弟姊妹，如果你若已经洗礼过，你若是已经是基督徒，要信耶稣就要欢欢喜喜，要做礼拜就要快快乐乐。咱来做礼拜，毋是遵守一个仪式，遵守一个伦理甲道德，毋是。咱来到做礼拜，目的就是要享受做礼拜。亲爱兄弟姊妹，圣经讲欢喜来抢这个水，欢喜来啉这个救恩的水。第二节的圣经伫以赛亚58章第11节，耶和华要时常引传恁，耶和华要时常引传咱，伫旷安的地要互咱的心满意足。恁要亲像灌压的河，恁要亲像灌压的河，你的水要永远不断。你当欢手伫你的心来讲，主，我的心常常未满足。人的腹肚真容易满足，2碗饭、3碗饭就饱。但是人的心常常是上困难满足的所在。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照今仔日的圣经，甲咱施恩祝福讲，我要灌压你的恒，你要永远无孤单，你要永远无吹干。这就是一个活命的气力，活命的水泉，生生不息，活泼的噩梦。愿天父上帝将这种活泼的盼望，伫中文的圣经是翻做活泼的盼望，其实伊真正意思就是生命的盼望，生命的盼望，意思就是伫你的生命要有一种永远生生不息新的噩梦，新的噩梦。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特别伫咱的中间，这段话讲，上帝来圣神来踮伫恁的内底，恁的生命就无搁再有焦虑愁苦。愿咱伫主的面前。各位朋友、亲爱兄弟姊妹，愿上帝家己讲的话，伊家己负责任；愿上帝家己讲的话，伊家己成就伫恁的心内，伫恁的生命中，想使恁有活命的噩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噩梦。第三，伫今仔日，咱要通过礼拜，咱搁一届守圣餐。守圣餐就是提起咱已经伫上帝的内底。做伊的天公仔囝，做上帝的宝贝囝。所以每一摆洗礼，就是咱搁一摆相信讲，我已经属于上帝，上帝要伫我一生中间甲我陪伴，亲像老母常常甲我煮这个桌顶的菜色美娘。天父上帝要养饲咱到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幸无幸。也要洗礼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无领圣餐，你会当是伫心内安尼想讲：如果若有可能，我嘛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虽然我也未洗礼，虽然我无伫这个所在参与这个领圣餐的这个仪式，但是如果你若是真正是一个真正的上帝，求你，互我领受我以前毋捌领受过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兄弟姊妹，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信伊的人要领受迄个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天顶的上帝施恩祝福，就是上帝的神要踮伫咱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伊的圣神要互咱伫圣诞节搁一摆甲伊同快乐，因为圣经安尼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今仔日的礼拜，咱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亲像活水、深水。伊讲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上帝的话就是智慧的开端，上帝的话就是智慧的开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兄弟姊妹、所有的朋友，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拢成做有福气的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属福的上帝。今仔日阮有5个兄弟姊妹，因足清楚，因知影上帝你是会祝福人的上帝。
阮恭敬照你的交代，伫教会设立今仔日的礼拜，互今仔日即个洗礼的礼拜，要诚侪阮的兄弟姊妹，认天顶的上帝做天顶的阿爸。我要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因，互因一生一世伫主你的恩惠，祝福因的亲人知你听阮的祈祷。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你设立即个属灵的恩赦，来养饲阮众人。阮伫你的面前恭敬安尼感谢，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为着洗礼兄弟姊妹，咱同心来唱一条圣诗212首。咱来念圣诗212首。请咱起立，咱同心来念这条圣诗。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像魔鬼的体质，叫你的断掉修养还，也真正对对为的团，向北兄弟极大恩惠。咱人做伊行瑞，听见说咱担当做歌，相信原谅甲咱感化，三位一体甲咱利用，所以相对相咱最上。咱心心相互勉强，我咱高定定莫不样。上帝名誉设立卡面，表明忠心真果咱心，使咱心心正正跳动。雄雄教育行出的路，阿门。大家请坐。喜乐保院的老师来协助，蔡牧师协助，互咱5位要领洗礼的兄弟
因会当来到台前，来到台前，欢迎来到头前。彰显耶稣爱你，明天耶稣爱你，欢真耶稣爱你。我已经，咱伫遮开始。这个明倩钟贤这个焕珍这个宝田这个义雄的爸爸，义雄阿哥，来恁徛较我过来宝田，这个柯宝田哥哥咱弟弟义雄较快点。亲爱兄弟姊妹，咱真欢喜，代替上帝将伊伫天顶的祝福来放伫这5位咱的亲爱兄弟姊妹因的心上，咱做伙来。明倩，耶稣爱你。明倩，我奉爸囝圣经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三位一体上帝的施恩天国的内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互你领受伊所应允丰丰富富的活命。阿门。忠贤，耶稣爱你。亲爱的忠贤，我奉爸囝圣经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天堂天父上帝的圣手，进入伊的国度，受称才做天父上帝宝贝的囝儿。耶稣听你。焕珍，耶稣爱你。亲爱的焕珍，哎呀，亲爱的焕珍，耶稣爱你。对不起，我奉爸囝圣经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天堂天父上帝永远的国度，做伊天顶地上的囝儿，用伊的主爱祝福你，主恩感谢你。宝田，耶稣爱你。亲爱的宝田，我奉爸囝圣经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天堂上帝的圣手，进入伊的国度，称天顶的上帝做阿爸天父，也成做伊宝贝的囝儿。耶稣爱你，以上耶稣爱你。我奉爸囝圣经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永远属伫天父上帝，做天堂的囝儿。天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甲你撒到地底，对这世直到永远。阿门。耶稣爱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奉你的圣名来接纳这5位阮的亲人，伫因的灵的内底求告天顶的上帝，摇化你的圣名。主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对今仔日到世间的落尾，主用你的恩惠，用你权柄的圣手，互因无论行到什么所在，人拢知影，伊是天顶上帝的囝儿。我们要将伊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常常接触伫因的生命中，对因讲话，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互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等一下才甲因介绍，咱先请咱的蔡牧师、陈牧师、蔡牧师甲咱的教会小委员来代表教会来甲因接纳因，接做咱教会的一份子吼。钟生，你对这边过来。拜托老师改因较后边一点嘛。好长老，你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这是恁的学长吼，伊嘛是伫保院大汉的吼。耶稣爱你，一生。
宝田柯宝田，焕珍，钟贤，钟贤，那个云券，亲爱的义雄，帅哦，也是爱你哈。宝田，也是爱你哈，上帝祝福你哈。焕珍，恭喜哦，恭喜，也是爱你哈，金花一点，钟贤，来，牧师抱一下，这就是伊的特别记号，伊对三岁就是安尼啊，较早你若甲揽的伊拢放袂掉即摆22岁安尼还有敏倩，也是爱你爸爸妈妈拢甲你祝福也是爱你高兴，亲爱的，好，也是爱你。安尼敢会当请这个蔡公司小可甲因介绍，互咱兄弟姊妹知影恁转过去爸爸妈妈站过来后面安尼也是爱你，转过去，咱亲爱的弟兄姐妹甲恁介绍安尼永和教会，中华教会，但是伊伫中华教会甲永和教会两个教会都很关心他，义雄他是爸爸，还有义雄的爸爸，宝田，宝田，他是万和院区，宝田这个现在就是哥哥提出来，哥哥嘛是基督徒，是还没有洗礼，还没有受，也快了。焕珍哥哥讲焕珍是要我足侪年其实伊有甲我讲，妈妈其实早就有预备，早有预备就是讲伊要诚做上帝的囝，所以我感觉咱的家属上帝拢咧引带因，足疼因的，足疼因的。焕珍伊伫较少年的时阵，哇，足爱唱歌，足爱跳舞的，焕珍有欢喜无？有这个钟贤，钟贤伫咱二林院区，这钟贤的爸爸，钟贤的爸爸伊嘛是伫阮的迄个家长委员会内底，足支持喜乐的，真疼即个囡仔，敏倩，敏倩伫喜乐27年27年，是妈妈，对。民间咧做礼拜很奇妙伊伫保安咧做礼拜，伊拢会举手敬拜，举手起来敬拜，虽然伊袂当唱出迄个歌，但是伊拢用举手敬拜这样子，感谢主，感谢主。好，咱来喜乐保院有迄个生日礼物喜乐有准备生日礼物。看到前，看前面，看前面，好，看前面，好，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钟贤，钟贤，这是给你的礼物。钟贤，看前面，谢谢。也教过钟贤的老师他专程回来陪你，专程来参加你的洗礼呢哇！焕珍，老师特别为你预备的礼物看前面，看前面。对。也是很这一位是宝田的。
华田。一雄，一雄，其实不止喜乐有给这些孩子礼物，每一年主堂教会都为每位受洗的孩子都有预备礼物。主堂教会非常疼爱这些的孩子，我们也感谢主堂教会。圣诞礼物等一下再送，圣诞礼物等一下再送，全部都有哈。好，请回座。好，请回座。这样。好，来。好，咱来吟圣餐的诗218首，咱来吟来同心来守圣餐，咱来吟。请坐。伫主要所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关于伊所
见若对关伊的人所讲的话，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放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三角地地所听遐的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也记载照保罗的记载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又提饼祝谢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直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摆设这个圣餐，愿奉你的圣名，将这个饼甲葡萄汁分别做成。主耶稣，恳求你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互既然领受你的饼、你的葡萄汁的人，因就亲像领受主你的活命，也领受上帝你所赏赐，主耶稣你所赏赐迄个的宝血。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今仔日的圣餐，会通甲主搁一摆同结连。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耶稣，你伫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陈宗胜长老搁有蔡林龙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伫礼拜堂听的兄姐，你若方便，你当来到头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纪念我。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领受着主的圣餐的饼？咱敢有人无领摕到圣餐的饼？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做伙同齐用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陈忠胜长老以及书记长老，还有邱吉长老来旁杯。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的杯，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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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敢有人也未领受到圣餐的杯？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领受。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行安尼纪念伊。
大家请坐。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无比的疼。阮领受即个圣餐，做阮灵魂的食物。通过即个圣礼，顶阮真正明白，你无限的疼惜阮。通过主耶稣基督，阮结连伫上帝你的身躯，成做你国度的后裔，也成做你忠实的信徒。阮的主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搁一摆，将阮的生命仰望你，恳求主你施恩赐福，怜悯帮赞，互阮会当持续即个信仰的圣洁，也对待了后，当用阮的生活甲阮的生命，也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准备用感谢的心来奉献。如果你若是第一摆来教会，你毋捌奉献不要紧，感谢奉献是阮基督徒对上帝的感恩。咱来准备奉献。咱来欢迎，咱搁一届欢迎咱今日在座所有的亲人来陪伴这个为洗礼兄弟姊妹咱请所有亲人拢起来，互阮大家甲恁欢迎哈。多谢，好，请坐。等一个小会员，咱伫结束礼拜结束了后，请咱留步，咱甲所有洗礼这个兄弟姊妹做为翕相吼。咱用一个诗歌互相祝福，
耶稣听你，来用这首诗歌，耶稣听你。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圣诞节是表明天父上帝对阮的疼。主耶稣，伫这个圣诞节临到进前，阮做伙伫礼拜中来求救你的性命，也领受你所赏赐阮这个圣礼典。阮恳求主耶稣，你不但互阮领受圣餐的饼、葡萄汁，也互阮满满有主耶稣你的疼，伫阮的内心，伫阮的家庭，伫教会。互你的听成做阮的气力，互每一个孤单的人得到温暖，互每一个病痛的人得到医治，互每一个心中有操烦看路的人有平安。专为着所有甲阮同齐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恳求主耶稣，你伫圣诞节时，你降临伫阮的生命中，用你的听，充充足足，亲像你家己应允，是一个活活的水泉，对阮的生命。充满伫阮的心内，永远袂孤单。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甲咱身边的兄弟。咱要为着生日的人，生日的人吼，咱先为生日的人祈祷了后，咱才来。赠送圣诞礼物，互咱的喜乐，互咱圣诞喜乐保佑的这些弟兄姐妹哈。请生日的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哈，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你生日哦，好棒哦！慧珍，生日快乐！谢谢你。好，千亿生日快乐！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这礼拜生日的慧珍来祈祷。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祝福伊身心灵拢充充足足，有平安喜乐。所以为着千亿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祝福阮两个姊妹甲所有这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因为上帝你稳定的手中，会当领受上帝你对天顶。加添伫因生命中间，生命的快乐，互听的感觉真做大大的快乐伫因的生命中。祝你的圣神赏赐因，互伊过来一年，因的生日每一天拢充满快乐。主要说，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施恩赐福。阮为这礼拜生日的所有阮的兄弟姊妹祈祷，求天父上帝赏赐你的圣神，互因有智慧的心。会当算小管理家己的每一天，会当将每一天当做一个活活的果子来献予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祝福因生日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慧珍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咱来请陈牧师来报告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哇，咱今年圣诞节吼，足闹热的哦。为12月第一礼拜的拜六，电灯，哇，咱教会暗时点起来足水的吼。若无看到的无要紧，咱伫个迄个平安暝，
就是12月24，迄个暗时吼，要幸福来教会。啊，迄个时阵咱会当穿足水的来遮翕相吼，欢迎大家来。啊，若会当用餐呢，爱事先报名，啊，报名拄啊，到今仔日截止啊吼，请大家会记咧报名。啊，搁来有一个需要咱帮忙的吼，就是万和分院的囡仔，因是今仔日要伫咱遮过圣诞节，因后礼拜20，啊，万和是后礼拜，歹势。啊，迄个万和后礼拜要来过吼，啊，今日是20的，迄个本院囡仔要来过圣诞节，所以咱今晚要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好，音乐，哇，但这条吼无字，咱看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来了。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来了，会唱的大家一起唱。哎，欢迎你！啊，欢迎你！到这里。好，因为吼会晓唱，遐后壁咧听故事啊吼，啊，所以咱袂晓唱，咱就音乐到遮就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赠送礼物吼，圣诞老公公，咱都不是主要人物，这个要给谁赠送？这个我们要请我们的喜乐保育院老师啊。这么默契，我们要请庄牧师。好，请庄牧师下来。我因为他拄仔才知因后礼拜袂当来，所以临时拜托伊来配合的。好。我念着名，老师敢会当协助我摕互咱，也是因要来遮摕拢会使吼。嘉豪，好，牧师吼，圣诞老公公摕去啦。圣诞老公公你摕互嘉豪。啊，你来举手，圣诞老公公在哪里？习怡、杨怡。每人有一个礼物，还有一包好吃的糖果。搁一个玉婷、青桐，底下，青桐底下。来，牧师抱一下。好，够玉婷。糖果。好，你们就要跟圣诞老公公照相。这名这是咱主任学小朋友，因后礼拜袂当回来，咱就要给颁发。我们先给喜乐的。明贤，梁明贤。在那里。威婷。威婷，大声一点。威婷。柯亚洲。亚洲昨天表演得很棒哦。秀娟。好。秀娟，你来，秀娟来。你可以自己走，你自己来哈。你如果要跟他照相，等一下再去照。恭喜你，圣诞快乐！看我，秀娟，好。好，你跟圣诞老公公照。钟贤。圣诞快乐哈！爸爸来洗汗，洗开，圣诞快乐。个有是敏倩，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敏倩圣诞快乐哈，慢慢来，因搬啊，因好多好呢。
哦，因遐都已经。无啦，因那是迄个洗礼礼物啦，还是迄个啊，因无糖果。以上也袂糖嘿。嘿，因那有糖果，因的礼物先分礼物来该补互因，好不好？哦，先给。哦，已经先发了。嘿，嘿。嘿嘿。对的对，因为那个万和苑区的那个。万和苑区下个礼不过有拜。糖果，我们也会糖果预备，先给他们糖，嘿。嗯，好，还有谁？好，有糖果。他们下个礼拜圣诞节，下个礼拜会给你们哈。这个先。一起万和苑区。这3个是万和苑区。啊，过来啊，我们请圣诞老公公去。哎，来，我们的孩子晨跟安安、阿坡来，赶快哦，好辛苦哦。因老礼拜袂当来，所以这礼拜先。来，到这里来。好，叫阿公，快点。哥啊，糖果嘞。好。来，糖果。看。叫去来分的来。他们下个礼拜不能来哈。好，圣诞快乐。好。请圣诞老公公拿着，请他们出发给家长，很漂亮哦，昨天晚上特别包的。好，其他的下礼拜哈，我们下礼拜每一个人都有，除了牧师没有。因为蔡牧师他们三个下个礼拜会来吗？会。你们圣诞礼物下个礼拜给你们哈，你们下个礼拜还会再来哦哈。哈啊，这是暂时的哈。不要紧，你先来。不来啊？不来啊？不可能。下个礼拜再拿，好不好？下个礼拜再拿，好。好了，你们礼物，你们下礼拜还会再来。是我们下礼拜有。万和婚宴的是下个礼拜。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全彰化最出名的雪橇，就是我们怡君老师做的。这台雪橇会当压雨，会当送出来街咯。唯一的优点是袂当予人坐，会当予你有一好。圣诞老公公，谢谢你。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下礼拜我们有更盛大的庆祝。邀请所有的家长等一下留下来用餐哈，邀请咱所有的。好，咱来请思维报告，谢谢你们来哈，欢迎你们来哈，耶稣爱你。来请思维报告。这是我来报告。汀州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7人，奉献6350块。主日学出席13人，奉献540块；祈祷会出席7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线上，暗时7点半暂停。圣港服侍下礼拜四会请陈忠胜长老，领诗请陈英宏长老，苏琴陈美秀执事，书痕交代请刘宇生、郭依玲执事。爱餐是圣诞爱餐。新安讲读经表，请咱照顺序来读。集体交通，本主日欢迎兄姐李宗贤、王义雄、曾焕珍、郭宝田、黄敏倩领受洗礼，诚做天父上帝尊贵的囝儿，三工领受上帝天顶的恩典。欢迎已经领受洗礼的大家做伙领圣餐。第二，互咱大家做伙祈祷，恳求上帝通过咱教会圣诞节的聚会，祝福亲友，所有的布置拢取代袂了你心中的祈祷。
第三，圣诞节的活动，12月18拜四暗时6点半灌气球，12月19拜五暗时7点社区报佳音，12月20拜六下晡5点半圣诞市集，12月21礼拜透早9点半圣诞主日礼拜，12月24拜三暗时8点平安月礼拜，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四，请咱为生日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力的，请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一为身体欠安，庄人聚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大道。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新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大道。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道。第四为出国在外的亲人玉敏、于轩、玉君来大道。咱来吟上吟信息第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俄罗天父万福本源，传令极大仁爱交争。小我最欢，最我中不更的万贯。俄勒诚心感化罪人，就是灵念温惠的心。俄勒天父相加相信，三位。相之间，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